哇！部電視後邊有個生巴嘅，好癲喎，黐線！佢可以俾你 set 去288Hz 噶，咁大個畫面咧，睇翻自己嘅片咧，原來好多都 outflow。唉，今日就開箱呢部 TCL 嘅 C7L， 睇下佢到底可以做啲咩，同埋睇咩片、打咩機、用咩 setting 可以揸乾呢部機嘅機能呢？今次條片好多謝 TCL 嘅贊助啦！如果大家以後想睇更多嘅唔同類型產品開箱，俾個 like、留言或者訂閱支持下啦，至少俾啲廠商知道呢個 channel， 咦，有啲人睇嘅喎，原來。依家事不宜遲，就同大家一齊開箱啦！盒上邊咧見到好多支援電影規格嘅聲效。打開個包裝，裏邊除咗一部電視主機之外啦，仲有一個底座、一個遙控器、一條電線，有啲掛鈎嘅零件，仲有一張保用證同埋說明書，就係咁多嘢啦。哇，好勁喎！個遙控嘅電池咧都係 TCL 自己出嘅。電視嘅後邊咧就有4個 HDMI 嘅接頭，其中2個就係 HDMI 嘅2.1，一個係 HDMI 嘅2.0，仲有一個咧就係 HDMI 嘅1.4。呢個就要講下，其實因為好少人知道咧 HDMI 2.1同埋2.0有咩分別，雖然相差只不過係0.1，但係其實實際上係相差好遠嘅。2.1 可以執行 4K 120Hz、8K 嘅60Hz 嘅畫面，而2.0咧只可以去到 4K 嘅60Hz。咁如果你買部電視可以做到最好嘅效果咧，咁當然要買 HDMI 2.1嘅線啦。插頭方面咧有2個 USB 嘅接口啦，一個就係 3.0， 一個就係 2.0 嘅。咁有時啲裝置咧都會用 USB 攞電，用 3.0 咧就會滿血，夠電方便好多啦。下邊咧就係一個天線同埋 RJ45 嘅 LAN 線頭，仲有光纖嘅插頭嘅。電視嘅底座仲可以收納埋電線，可以幫你整理後邊嘅線材，一物兩用。設計上都幾細心嘅。安裝底座咧就有2個高度可以選擇，你就可以選擇翻咧自己適合嘅高度去安裝啦。哇，呢個咩事啊？電視後邊點解有個聲巴嘅？睇真啲，原來唔係聲巴嚟嘅，真正嘅喇叭咧其實放咗喺電視嘅底部，而後邊嘅呢2個咧就係重低音嘅喇叭，用咗我哋平時成日聽人講咧 Audio by Bang & Olufsen 嘅調音。平時我哋喺路場見到嗰啲2.1咧，就即係咧2個喇叭再加1個 subwoofer， 而呢個咧就係 2.2， 亦即係有2個喇叭再有2個 subwoofer。咁一陣咧就要聽下佢嘅聲先啦。今次呢部電視就用咗 SQD Mini LED 嘅 SQD， 全名係 Super Quantum Dot。咁有咩咁 super 呢？簡單嚟講呢，佢就係 Mini LED 嘅升級，將背光同埋熒幕一齊 upgrade， 透過控光技術、最新一代嘅 Super QLED 同埋 Ultra Color Filter 3大核心技術完美整合。傳統嘅 Mini LED 咧雖然夠光啊，而 SQD 嘅技術就係為 Mini LED 換上一個核心，大幅度提升控光嘅精準度、峰值亮度以及顏色嘅純正度。仲可以減少 OLED 最怕嘅燒印問題，壽命比 OLED 更長。首先係精準嘅控光，以呢部55寸 C7L 為例，佢有800個控光分區，每個分區咧就好似一個電筒仔咁樣。嗱，你諗下，呢部電視有800個電筒，可以獨立控制每個分區幾時開燈、幾時熄燈。TCL 仲幫每個分區加上最光微透鏡、Micro Lens 同埋 Micro OD 技術，機身比平時嘅 Mini LED 做得更加薄，大大減少咗光暈嘅問題，所以做到黑位可以完全黑，光位又可以做到好光。呢部55寸嘅 C7L 電視就可以做到2700 nits 嘅峰值亮度，85寸嘅仲可以做到3000 nits 添。2700 nits 到底係咩概念呢？如果你仲記得嘅話，以前嘅舊電話喺陽光底下或者係窗邊，個熒幕都會太暗，咩都睇唔到嘅。平時普通嘅電腦熒幕呢，或者普通嘅電視呢，亦只係得400至到600 nits， 所以有時電視放喺窗邊都會因為陽光太反光啦而睇唔到個畫面嘅。而呢家呢部電視已經去到2700 nits 啦，就算我呢家打開窗簾啊，部電視仍然可以顯示到清晰、對比度極高嘅畫面，完全冇反光噶。
除咗黑位同埋亮位之外，就係色彩啦。熒幕嘅色彩發展由以前嘅黑白到開始有4隻顏色，直至到之後256色、16bit、32bit，再到呢家大家都熟悉嘅 HD 年代標準 WAC 709。而呢家去到2026年啦，頂級嘅電視嘅戰場已經去到 BT 2020啦。理論上呢個制式可以顯示出人類肉眼現實裏邊可以見到嘅所有顏色。SQD 技術另外2個嘅核心技術由 QLED 升級到 Super QLED， 由物理層面去提升色彩嘅純正度，再加埋 Ultra Color Filter。想象一下咧，就好似一個濾鏡咁樣去降低色彩嘅雜質，還原翻最真實嘅色彩，做到畫面更加逼真，達到100% BT 2020，比上一代嘅色彩準確度提升咗69%，而色域咧亦都提升咗33% 嘅。嗱，講咧就講咁多啦，都只不過係流於一啲嘅理論啦。咁到實際方面又係點樣呢？咁呢家就一齊開機試一試佢啦。呢部機就行緊 Google 嘅 Android 系統，平時嗰啲所謂咩 Smart TV 呢，佢哋個 App Store 咧都冇咩 App 用嘅。但係行 Google TV 就唔同啦。如果覺得佢內置嘅 App 唔啱用，仲可以去 Google Play Store 嗰度 download 唔同嘅工具、播放軟件同埋啲遊戲，都有機會可以喺度揾到。我老婆咧就係意大利人嚟嘅，咁佢有時咧都會想睇一啲意大利嘅節目，喺部電視入邊安裝埋 VPN 嘅 App，就可以直接去睇到佢想睇嘅節目啦。咁有時學一個語言咧都方便好多嘅。另外呢部電視仲支援埋 iOS AirPlay 2同埋 Android 嘅無線投屏。有咩想同屋企人分享嘅話呢，依家撳個掣就可以出到喺部電視度啦。咁買得呢部電視啊，都係想睇電影噶啦。咁我就準備咗幾套電影去測試嘅，係星球大戰嘅曼達洛人啦， Marvel 嘅劇集洛基，仲有一套高達嘅。首先測試咧就係呢套高達啦。點解我會試呢套高達呢？因為咧我喺部舊電視睇嘅時候咧，最後嗰場嘅打鬥畫面我幾乎咩都睇唔到嘅，就係呢一幕啦。你見到機械人嘅顏色啦，同埋背景嘅顏色咧，都係用緊好相似嘅灰色嘅，但係每個灰色咧又有少少層次上嘅唔同，角色嘅移動咧都係喐得好快嘅。兩個機械人啊，再加2把激光劍，又光又暗，嗰個對比咧，好考呢部電視顯示畫面同埋色彩嘅嗰個能力啊！如果任何一個嘅顏色都做得唔夠層次嘅話咧，就可能會表達得唔好，一劈嘢咁樣。呢家呢個感覺咧，就可以睇翻每個位置咧都好 detail 啦。之後就試 Marvel 嘅劇集洛基啦。洛基套劇嘅美術風格咧都幾極端嘅，成個 TVA 個基地就用咗80年代嗰啲復古燈啦、茶色嗰啲燈啦，同埋暖黃色調嘅。用呢個色調嚟講咧，對電視嘅考驗都幾大，因為顯示背景啊嗰啲冇問題啦。咁但係到人面嘅時候咧，如果做得太紅咧，就會好似有種腦充血嘅嗰個感覺。咁睇翻部電視嘅飽和度啦，呢啲情景咧都係處理得非常之好嘅，依然可以將洛基嘅顏色咧做得好自然，有血色得嚟咧都唔會太過過分嘅。咁呢點都係值得讚嘅部分啦。而故事去到嘅後半段，宇宙時間線大爆炸，呢個先係畫面嘅最大挑戰。要處理咁多大流量嘅光啊，好容易就做到一劈嘢咁樣啦，一嚿嚿咁樣啦。但係你會見到呢咁爆炸性嘅畫面，每條光束啊、粒子嘅流動，仍然可以做到一絲絲、一粒粒咁精準嘅。跟住就到星球大戰嘅曼達洛人啦。要試呢套劇咧，除咗要睇太空嘅畫面之外呢，就要睇下主角嘅金屬頭盔嗰個嘅反光材質啦，做得唔夠好嘅話咧，就唔夠嗰個金屬感嘅。喺度咧，你會見到咧，成套盔甲都有一種好硬淨嘅高貴感，尤其係高光點對比陽光反射金屬嘅盔甲邊緣，會變得好鋒利。當飛船橫越太空，喺星空底下嘅嗰啲咧，就係宇宙黑啦。如果顯示得唔夠黑咧，你就會見到一個深灰色嘅宇宙，咁啊好容易咧令到睇嘅時候唔夠投入啊，都幾掃興嘅。
咁睇得呢套劇啦，當然要睇埋 Dolby Atmos 啦，佢點樣處理呢啲嘅聲效，飛船橫越太空飛過，就係呢個喇叭2.2發揮功效嘅時候啦，好細緻咁樣去聽啦，會聽到引擎嘅震動聲啦，由左邊開始一路震一路震，慢慢咁去到右邊，再聽到飛船橫過嗰下縫一聲，聲音咧再會由右邊慢慢咁樣消失。咁呢啲咧就係模擬翻電影 Dolby Vision 啊或者 Dolby Atmos 嘅嗰啲效果啊。用得呢部電視咧，當然都要揸乾佢嗰粒 AIPQ 處理器嘅能力啦，唔好俾佢咁舒服。部機本身咧內置咗幾個調校好嘅影像模式，就好似電影模式啊、遊戲模式啊或者標準模式咁樣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一啲嘅 AI Motion 係可以即時咁處理殘影嘅，亦都有 AI 嘅 Upscaling 幫你 Upscale 個畫面啦。咁當然，如果你對呢啲嘅畫質好有要求，佢都會有個 menu 咧調整你最喜歡嘅對比啊、色彩嘅飽和度啊，整一隻你自己最心水嘅獨特色調嘅。到咗打機測試嘅部分啦，之前咧我部舊電視咧都係行緊60 FPS 嘅啫，嗰啲咩120 Hz 㗎、ALLA 啊、VRR 啊、咩 HDR 啊，我全部都冇得 set 嘅。去到呢部機咧，當然一次過就要開晒佢呢啲嘅功能啦。咁如果唔係點樣可以揸乾佢嗰粒 CPU 啊？今次喺呢部 C7L 嗰度玩120 Hz 嘅遊戲，玩過真係翻唔到轉頭啊！以前嗰啲畫面角色高速喐動咧就會有啲殘影，依家咧就冇晒啦。咁試下隻黑悟空先啦，得舊電視嗰度玩咧，以前玩嗰黑悟空嗰啲畫面咧就會太過暗啊，見唔到敵人啊，有時死咗唔知咩事啊。咁呢家咧就算係暗嘅畫面都好啦，佢都會有翻少少層次可以睇到嘅。而打鬥嘅畫面咧都唔會再有嗰種光暈嘅鬼影啦。悟空身上面嘅盔甲同埋金屬嘅反光咧都做得好細節嘅。咁試埋人中之龍8啦，喺朝早嘅街道上面啦，建築物同建築物再同角色之間嘅陰影部分啦，後巷嘅磚牆啦，都會有種好強烈嘅光影立體感啊，唔會係死灰一片啦。夜晚嘅場景咧就更加驚豔啦，五光十色嘅霓虹光管啦，藍色、紅色、綠色啦，你都可以見到每隻顏色咧都有佢哋嘅層次喺度。順便就試埋遊戲入邊世嘉嘅小遊戲Spy Out 啦，呢隻 3D 嘅經典動作遊戲，用55寸嘅大電視嚟玩，另有一番風味嘅。呢個時候你會發現咧，電視後邊嘅嗰兩個 subwoofer 就係發揮功效嘅時候啦，出拳啦，連招攻擊敵人，嗰種震耳欲聾嘅嘣嘣聲，拳拳到肉嘅嗰啲嘭嘭聲，帶翻俾我喺以前玩街機嘅嗰個感覺。以前冇街機咧，都有兩個喇叭喺你側邊嘅。跟住就試埋呢隻嘅 GT7啦。玩賽車遊戲咧，最考驗咧就係電視嘅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個反應啦，第二就係個反光。咁開車開到200幾300幾公里，兩邊嘅背景都不斷咁樣閃啊。開咗 AI 嘅運動補償功能，就可以選擇性咁樣調節翻拖尾拖幾多啦。唔想用咁多 motion blur 又得，用多啲又得。佢仲有一個遊戲嘅 menu 啊，叫做遊戲大師，長撳一陣三橫嘅粒掣啦，就可以去到呢個 menu 噶啦。會有更多有關遊戲嘅優化可以設定，仲可以設定埋右上角睇埋用緊幾多 FPS 去執行添。每一個部分咧都有一啲好細嘅微調啦，去應付唔同遊戲嘅需要。遊戲嘅畫面入邊咧就可以用暗部嘅增強功能啦，運動模式入邊咧就可以睇下用幾多嘅 motion blur 去慢慢咁微調一隻遊戲啦。呢塊面板咧可以喺 4K 嘅解像度嗰度去到144 Hz， 咁原來咧喺 2K 底下咧，甚至乎係可以去到288 Hz 嘅。我手頭上面咧都冇咩裝置可以行到盡288 Hz 嘅。咁但係電視呢啲嘢咧，我諗冇人會每個月都換款噶嘛，都係一買翻去咧至少都會用5至10年嘅。咁買部可以符合未來規格嘅電視，咁過幾年都可以用到啊嘛。
今次嘅 C7L 就同埋頂級嘅音響品牌 Audio by Bang & Olufsen 合作，用咗 2.2 嘅裝置。開始嘅時候咧，我都擔心話機身做到咁薄，會唔會啲音質唔得㗎？咁實質聽落咧，雖然咧你就冇得同嗰啲重型嗰啲 5.1 喇叭比㗎啦，但係作為一個內置嘅喇叭嚟講咧，佢有利用牆壁嘅反聲啦，營造出嚟嘅空間感同埋人聲嘅清澈度，絕對係驚喜之作。應付日常平時打機咧，已經綽綽有餘啦。佢仲有得俾你選擇咧掛牆模式嘅聲音效果，或者座台模式嘅聲音效果。我最中意嘅就係佢可以俾你根據你嘅心情去調整一啲嘅聲音嘅感覺。如果你想用呢部電視淨係用嚟聽歌呢，佢都有一個聽歌模式嘅，咁就俾你可以熄咗個畫面，純粹享受音樂嘅。我屋企部電視咧仲係用緊10年前嘅產品啦，咁呢家咧已經有幾粒死點喺上面啦，所以我都應該會好快換電視噶啦。今次呢個測試咧，除咗真係大開眼界之外咧，原來畫質色彩咧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呢部 TCL 嘅 C7L 除咗測試嘅55寸之外，仲有65寸、75寸、85寸都有。如果你有興趣買一啲大尺寸嘅電視，你又唔使怕放唔落嘅，因為 TCL 咧有個好貼心嘅免費睇位服務，度好晒位先買，咁就唔使怕啦。呢部電視咧已經喺各大嘅電器鋪已經有得賣噶啦。咁電視嘅嘢，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感受，拍攝無論係幾專業嘅器材都好啦，都有機會失真嘅，所以最好都係自己落場去睇一次啦。今次呢條片係咁多啦，中意呢條片嘅記得讚好、訂閱、分享、留言，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想支持呢個 channel 繼續運作，可以 pay me 或者俾 super fans 課金支持嘅。如果唔想課金，都可以俾個 like 或者留言講聲加油。今日呢條片係咁多啦，下條片再見，拜拜。